台南文化对1926年正式通行，今年迎接100周年。除了市府看剧处展开一系列以水花光影、文化展演、民俗庆典加观光体验为主题纪念活动，为伫安平延平老街福德爷庙，毛济济画家一下过去以文化为主题创作，来进行为期2个月联展，邀请大家共同来欣赏为文化100年庆生。文和100冬，伫4月25就是伊的生日，无咱是毋是来办一个文和的画展？因为普通时啊，阮一寡朋友画家，逐个人拢有咧画文和，写成文和，所以我就讲安尼来办一个这画展。所以伫短10日的时间，嘛足感谢那个武雄先生呢，伊提供这个福德爷这个服务处的2楼的空间。除了画家的创作，也有200历史悠久的列名作品，包括1960年代文和，以及安平国中伫1968年创立，当时来往南北两环奈何桥相当难得。这个有3张，我把那3张把它连起来，那就变成一个好像广角镜头的一个照片。那这个奈何桥一主要就是用学生要去学校桥来叫歹去，就袂当上学，就放假，无可奈何安尼吼。我有这个应和100年拄做老师甲领导处因有这种艺术的物件、相片、画展利用这个细所在，互因去个展览空间，介绍咱台南安平迄个文化的有准的作品。画家以无同的媒材来记录文和，为文和庆生。热爱艺术的洪武雄为了描写安平的水，嘛充分利用庙内空间展示列名作品，让欢迎参观欣赏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